来看国内校园又搁发生亚比公刀仔攻击案件。新北市一个读国中2年的学生考试考了袂歹，同学煞甲口洗甲扒头。这个学生落尾是亚比公刀仔出来，煞甲同学划着伤，害人规只手流血流地。去年底，新北土城才发生校园挂暗棍案，造成一个查甫学生死亡。无记过新北市一间高中，10日早起，一个国二男学生因为考试考了袂歹，颠倒互其他的学生囡仔用话夹击，也有人动手杀伊的头。这个查甫同学一时生气，摕美工刀防身，无记过划伤一个围看同学的倒手骨，当场血流真济。就是同学不小心用美工刀割到一名同学的手背，这样。目前当下我们就是紧急将学生送到健康中心，也紧急联络医院，由校护陪同到医院就医。目前都是很稳定的状况。案发了后，学校有紧急通报，受伤的学生囡仔伫护士顶人的陪伴送医急救，后甲再意识清醒，互医师填伤口甲治疗。警方缉捕了后，对案发经过做了解，学校嘛通知双方家属来学校协助处理，双方互相留电话，伤者家属要看详细情况，再决定是不是提告。是学校通知我们了，他们是先等双方家属跟学校那边先沟通这样，那我们只是等他们如果有要走刑事部分，要提告什么，我们再依少事法来处理。学校第一时间嘛启动安心辅导，案发了后班级上课正常，因为搁再发生这种校园案件，引起教育单位高度重视。新北市教育局是讲，对于代志发生的确实原因，学校要进一步查清楚，搁启动学校的辅导措施，确保班级学生囡仔会当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